电动车愈来愈普遍哦，一寡百货公司、大卖场、公共场所拢会有会当充电的车位。昨伫高雄一间百货公司的停车场，有民众就看到充电的车位互占用，互伊等半点钟哦，才等到车位。车主是真不满哦，也毋过目前的规定，这种车位是优先使用，毋是专用。业者嘛强调讲，因只会当加强宣导。 民众等要充电等真久，总算等到占用充电车位的人转来塞车。占用超充车位是要罚钱的啊！就罚嘛。代志发生伫咧初二，高雄一间百货公司的地下停车场，有一架无要充电的乌色电动车，煞停伫咧充电的车位。地属有充电需求的车主，敢会当伫边等。有些人太没素质，没办法。 个人的那个公德心，或者是一些问题而已。事实上，依照停车场法，加油的汽车若违规占用充电的车位，会当罚600至1200块。啊，若电动车就无规定讲停伫咧充电的车位，就一定要直接充电。佮再加上专用车位的管理办法，目前也搁咧研究，所以充电车位敢若会当讲是充电优先，毋是专用，真歹开发。那等到完备了这管理办法以后，就可以依照规定来做如果违规占用的处罚。 那交通局还是呼吁所有的车主要尊重其他不同车种的使用的权益。充电的停车位上面的话，都会有一些明显的一个标示，去减少民众误停的情况发生。那我们在商场这边也会加强人员的宣导。因为目前的规范也未制定好势，百货公司表示会派人伫咧停车场巡视，协助引导民众去停伫咧正确的车位。若是发现停唔对的状况，卖劝导车主刷车，希望确保每一个民众停车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